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嘅講題係科學證據證明咧聖經係神嘅話語。好多人以為聖經係一部古老嘅宗教經典，同現代科學咧冇關。但係咧細心查考聖經嘅人咧，會驚訝地發現其中咧早已蘊含咗好多超越時代嘅科學洞見嘅。其中咧一個咧令人驚嘆嘅例子咧，就係關於地球嘅形狀同埋佢自轉嘅描述。早在人類普遍以為地球係平坦嘅時候咧，聖經已經係講咧，已經暗示地球咧係圓嘅。我哋之前睇過咧，以賽亞書40章22節咧係講咧，佢話神坐在神坐在大地的圓弓之上。呢個咧同現代科學所確認嘅地球係球體嘅事實咧係完全吻合嘅。更令人驚奇嘅咧，就係聖經唔止話指出地球係圓嘅。佢仲隱含咗地球係會自轉嘅事實。地球咧係喺地球晝夜咧係同時會存在嘅。我哋地球咧，譬如我哋香港呢邊而家係夜晚咁講啦，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嗰邊咧就日頭嘅。咁晝夜咧係同時存在，因為地球係不停咁自轉嘅。咁呢一點咧特別喺體現喺耶穌講及佢第二次降臨嘅預言當中。喺路加福音第17章咧，耶穌係咁樣講，係咁樣描述咧佢再來時嘅景象。路加福音17章31同埋34節，耶穌話咧，在那日人在屋頂上，東西在屋裏，不要下來拿。跟住咧34節咧就講，我告訴你們，在那一夜，兩個人在一張床上，一個被接去，一個被撇下。好啦，乍看之下咧，呢兩節經文咧好似有啲矛盾喎。一度咧就話那日，另一度咧就話那一夜。咁耶穌翻嚟嗰陣時，冇可能係又係日頭，又係夜晚㗎，係咪？咁有啲批評者咧就質疑聖經咯，話呢度有一個邏輯上嘅錯誤喎。同一件事情點可以發生喺白天同黑夜咧？咁因此佢哋咧就話聖經咧有一個錯誤啦。咁但係咧。呢個似乎係一個邏輯上嘅矛盾呢，就恰恰揭示咗一個驚人嘅天文學事實喎。因為地球係圓嘅，而且咧佢不斷繞着自己嘅軸咧係自轉嘅。因為地球係圓嘅，同埋持續自轉呢，當某一個地區係日頭嘅時候呢，另外一邊呢就係黑夜嘅。譬如我哋而家呢一剎那咧，香港係日頭咁講呢，喺加拿大呢就夜晚黑嘅。咁所以無論耶穌幾時翻嚟，佢翻嚟嗰一刻咧，對某啲人嚟講咧係日頭，但係對另外一啲人嚟講咧就夜晚嚟嘅。所以咧耶穌嘅描述咧係好準確嘅。佢話咧佢翻嚟嘅時候咧係那日，咁有啲人咧正喺屋頂上工作，但係有啲人咧但係嗰個時刻咧亦都係那一夜，咁有啲人咧正在躺在床上睡覺。咁呢句説話咧係暗示咗晝夜咧係同時發生嘅，因為地球咧係不停地自轉嘅。我哋不禁咧係要驚嘆神嘅話語嘅深邃同正確，佢嘅話語咧安定在天，永不落空。路加福音21章33節講：天地要廢去，我的話卻絕不廢去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